呢場人生中只有兩種傾向喺度運轉。如果你認為自己可以成功，你就會成功。你感知到嘅每一個現實，90%都由同一個機制掌控。作為薩珊迪、希沙、穆爾提、Sasandi Sisamudi 嘅終極顯化，我以帕爾馬德瓦塔 Paramasiva 終極合一祝福你哋所有人。今日我要為你哋所有人點化，賦予你有意識設計自己身體嘅力量。按照我講嘅步驟嚟，聽我將會揭示嘅真理。有一種叫做確認偏誤，請理解呢個關鍵詞。確認偏誤嘅意思係，如果你知道或者相信某棟屋係鬼屋，就算嗰度冇任何問題，冇鬼魂，都冇超自然活動，因為你強烈地相信，你嘅感官同大腦就會經歷一啲體驗，製造出某啲體驗，並且無論如何你都會試圖去證明佢。突然之間，你嘅眼睛會睇唔到原本存在嘅嘢，過咗幾分鐘佢又出現咗，或者佢會顯示出原本唔存在嘅嘢。你嘅感官，你感知嘅能力，會同你嘅大腦合謀，去確認你所相信。呢個就叫做確認偏誤。聽好，你生活中90%嘅經歷，某種程度上都係來自確認偏誤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相信自己只可以舉起100公斤，俾你舉110公斤，你一定會舉晒。但係如果喺你唔自知嘅情況下，俾你去舉125公斤，其實係120公斤，唔俾你嘅大腦知，唔俾你知其實係120公斤，俾你去舉，你唔會舉晒。聽好，運行你現實嘅只有兩種偏誤，負面確認偏誤同正面確認偏誤，就係呢啲。你90%嘅經歷都來自確認偏誤。如果你認為自己可以成功，你就可以成功；如果你認為自己唔會成功，你就唔會成功。你嘅健康、事業、人際關係、職業，喺每一個層面，我可以話你成個人生嘅體驗，你感知到嘅每一個現實，都由刻喺你內在機制中嘅兩種基本偏誤所支配。第一種係負面確認傾向。喺永恆嘅印度教中，我哋稱之為 Pray 普拉伊，心智中向外奔湧嘅由恐懼、貪婪、慾望驅動嘅傾向，佢不斷強化住痛苦。第二種係正面確認傾向，佢係由智慧驅動嘅內修，打開咗通往解脫嘅大門。我哋稱之為呢啲離題。聽好，當你假設你已經達成咗目標，你正活喺目標達成之中，然後你顯化佢，喺初始階段，呢個亦都係正面確認傾向，因為你假設咗你周圍好多嘢會重新組織，你會開始體驗到正面確認傾向。負面確認偏誤係地獄，正面確認傾向係天堂。Pray 負面確認偏誤係智性不斷分析、評判，將你嘅過去投射到當下嘅產物，佢令你活喺一個自我創造嘅地獄入面。呢啲係純粹智慧嘅功能，係你有意識咁將負面投射替換為確信，確信你被支持、被愛，你就係自己極樂嘅源頭。薄伽梵歌講到，具有魔性嘅人唔知咩係束縛，咩係解脫，唔知咩係清淨，真誠如實嘅行持唔喺佢哋身上。而家聽好呢個終極真理 ，Pray 和呢啲兩者仍然只係過濾器，兩者仍然只係過濾器，而目標係超越一切過濾，進入對現實如其所係嘅純粹體驗。呢個被稱為 Anubhava 阿努巴雅直接體驗。你唔可以靠自己嘅努力超越呢啲過濾器，只有當你喺同活生生上師之間嘅深層靈魂震動連接中 Paramasiva 以人類形態降臨嚟解放你，呢個先會發生。Paramasiva 嘅現實係完全唔同，佢喺自己嘅海洋中創造咗成個宇宙，嗰度冇所見、能見與見者嘅區分。喺上師嘅純然觀照中，體驗係完全無條件嘅，徹底免於偏見、確認、評判以及所有限制你內在力量嘅概念。聽好，深刻地、有力地理解呢個真理，將你由負面確認偏誤轉移到正面確認偏誤，呢個係透過點化嚟完成嘅。仔細聽，負面確認偏誤令你嘅生活成為地獄。
正面確傾向令你嘅生活成為天堂。只需要4個重要原則：刪除你嘅過去，重寫你嘅過去，保持你嘅空間，顯化佢。僅此而已。如果你係新嚟嘅學員，去回睇嗰啲共修講座，點樣刪除並重寫你嘅過去，點樣保持空間，點樣顯化，你就會理解 Bhavana Sadbhava 嘅力量。所以而家我會為所有 Paramasiva 參與者進行點化。拎出靈家 Atmalinga 放喺你嘅第三眼上面握持。所有拉賈薩巴成員、齊察巴成員，所有已經點化嘅弟子，拎出嚟靈家放喺你嘅第三眼上面握住。我將喚醒你嘅昆達里尼 Kundalini， 將你從負面偏誤、負面確認偏誤轉向正面確認偏誤。從 Pray 到 Nidhi， 拎起靈家放喺你嘅第三眼上面，雙手握住，仔細聽好呢個真理。出於我對你哋每個人無盡滿溢嘅愛，我而家揭示呢個神聖嘅秘密，佢可以永遠粉碎你負面確認偏誤嘅鎖鏈。就好似灰斯那 Krishna 極其親密咁向最親愛嘅弟子亞洲那 Arjuna 揭示呢個秘密一樣，我正向你哋所有人揭示呢個真理。拎起靈家放喺你嘅第三眼上面，雙手握住，我將喚醒你嘅昆達里尼。而家觀照觀照者，覺察覺察者，靜靜地坐下，觀察觀照者，覺察覺察者。理解，當你成為觀察觀照者時，你完全同帕爾馬希亞 Paramasiva 合一。所以成為觀察觀照者，將自己同 Paramasiva 帕爾馬希亞嘅合一中。我喚醒你嘅昆達里尼，轉變你嘅能量，顯化 Paramasiva 帕爾馬希亞，顯化你想顯化，達成一切。無論你想顯化健康、財富、關係，定係覺醒。觀察觀照者，覺察覺照者，你將安住於純然能量、純然空間、源頭、意識之上。從嗰度，你想要嘅一切都會顯化。Paramashivoham Tattvamasi Paramashivattvamasi Aham Brahmasmi Shivoham Paramashivoham
परमशिवोऽहम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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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शि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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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ओहम् परमशिवोऽहम्從嗰度，你想要嘅一切都會顯化。祝福你哋每一個人。我祝福你哋體驗到強烈嘅昆達里尼覺醒。由今日開始，每日都會有達顯、冥想同靈性轉化過程。由今日起，你哋所有人、所有海拉薩電子公民都會收到 WhatsApp 信息同郵件件。歡迎大家每日嚟參與達顯。祝福你哋每一個人。祝福 Nityanandam 永恆嘅極樂。